今日傾下人情世故一，話多唔等於聰明，講得越多越容易暴露弱點。二，改變自己最快嘅方法就係直面你最驚嘅事。三，唔好同強者硬碰硬，學會避其鋒芒。四，唔好替任何人做決定，再親密都唔得啱咗，冇人多謝，錯咗全怪你。五，人類痛苦嘅根源唔係冇錢就係冇愛。六，成年人嘅幼稚就係輕易交心，你透露幾多秘密就有幾多風險。七，唔好期待被所有人中意，人哋愛你不是因為你需要愛，而係因為你值得愛。八，如果一個人做事從來唔考慮你嘅感受同利益，唔係蠢就係壞。九，世界上最穩定嘅關係係利益共贏。十，得罪幾個人，做錯幾件事唔可怕，一輩子委屈求全先最可怕。關注我哋一齊用東方智慧滋養我哋嘅身心，變得從容自在。